或者我哋今日講下繼續雙魚座啦，第一個感覺。正面嘅 indolent 懶惰，我睇一張牌，雙魚座嘅未來。一個小小嘅爆發點，有啲閃電，表面上好平靜，但係河流有啲暗湧嘅一個陰暗面。雙魚座喺未來嘅2個月，穩定之中藏住少少危機，穩定之中藏住少少危機。除咗藏住少少危機，我仲啱睇到係少少一個暴風雨即將來臨嘅跡象。當然，我講嘅係雙魚座嘅伴侶。喺未來嘅2個月，表面平靜嘅相處環境下，暗藏住陰暗嘅一個水底嘅寒流，寒冷嘅水底嘅寒流。我感覺有啲凍，見到嘅水面。仲見到一個啲啲嘅跡象，暴風雨來臨之前嘅一啲微小嘅跡象。暴風雨來臨前，河流深處暗湧啲陰暗嘅潮流，可以想像得到。雙魚座嘅朋友，你同你嘅伴侶喺2個月之內，表面上睇係唔會有啲咩大嘅矛盾嘅爆發，唔會有啲咩爭拗，見唔到咩第三者。重複一下，係見唔到任何嘅第三者嘅跡象。見唔到有第三者，所以喺2個月之後嘅一個陰暗嘅河流，陰暗嘅寒流，閃電暴風雨前嘅一個節奏，其實就係預兆咗你哋平靜得太耐啦。平靜得太耐啦！未來2個月表面上係風平浪靜，但係暴風雨來臨之前嘅節奏，你哋只可以睇得到少少，你哋感覺唔到，以為天下太平，但其實暴風雨已經在路上。我幫雙魚座測嘅未來2個月，可以預計得到係第3個月到，你哋嘅關係會一場暴風雨式。希望冇咁嚴重啦，但係你哋太安逸啦。我睇到你哋未來2個月，你哋嘅相處方式太過安逸啦，安逸到你哋可能要揾啲尋求刺激，但係多數下翻轉頭講下，與第三者無關，係你哋本身內部嘅一個相處嘅矛盾，內部相處嘅矛盾。
再睇多樣嘢，要小心下，見得到黎明，但係黎明喺好遠嘅地方，暴風雨來臨喺前邊，黎明喺好遠嘅地方。希望你哋未來3-4個月之後可以熬過暴風雨，見得到你哋關係有和暖嘅嗰一段時光啦，一定要捱過去啊！呢個暴風雨唔係小事。雙魚座點講呢？我曾經形容過雙魚座，你同你嘅伴侶喺之前係好似一個好陳舊嘅、有啲古老嘅一個城堡，你哋嘅城牆已經係滲水，已經係不那麼個穩妥啦。就好似城堡裏邊仲係燈紅火綠，城堡裏邊嘅妓院前邊仲係充滿喜慶，見得到紅色嘅旗幟啊、招牌啊，講明生意好 OK。但係有時候，你覺得你哋嘅關係係咪就係憑偶爾嘅好溫柔嘅撫摸、肌膚嘅接觸就已經足夠？你可以想像下喺雙魚座喺未來2個月，我想將我哋嘅關係喺地堡嘅地下室、城堡嘅地下室。表面上有火把好溫暖，但係你實際上所處嘅環境係又黑又黑暗又潮濕，大聲啲都有回聲。你鬧對方，對方嘅回聲鬧得你更重。有時候你要嘅安全感，你或者問下自己。你係要真相啊，定係要安全感？好多女人都話我2樣都要，但係塔羅牌、塔羅神聽到你咁講，佢笑你太貪心啦。有時覺唔到恐懼，感覺唔到恐懼，感覺唔到驚。但係有時候恐懼會喺你夢中，佢唔會大聲，細細聲咁飄過。當你驚嘅時候，呢個就係恐懼。你哋嘅關係而家仲係好似地堡咁穩定，雖然城牆有裂縫，但係關係仲好穩定。見到裂縫，你如果逃避嘅話，裂縫要越嚟越大，俾啲寒風，俾啲寒冷嘅北風徐咁灌入嚟。或者我講返下單身嘅雙魚座，唔一定單身雙魚座嘅，對目前嘅伴侶唔滿意，可以理解你仲係一個單身，實際意義上嘅有伴侶，思想上嘅單身。講返下溝仔或者溝女，
你可以想像到喺荒原之上，成班嘅野蠻人圍火而坐住嚟飲酒，粗魯嘅聲音又笑又鬧。火堆旁少唔得一種妓女，有男人就肯定會有妓女。妓女喺火堆中偶然抬下頭，識穿係人心。你嘅認真，鍾意女人嘅，你就墮入深淵啦。你可能認為你嘅眼神可以誘惑到異性，但係有時你要記得，現代世界我哋同古代冇乜區別，恐怖同恐懼環境其實就喺我哋嘅外圍。雙魚座嘅朋友，你好怕被異性拒絕，被對方睇穿你嘅心思。有時候問下自己，你要嘅愛情到底係命運，或者選擇？當你喺夜半偶然間聽到或真或假嘅鐘聲，唔好驚，嗰啲唔係敵人，嗰啲係警示啫。